唔知观众朋友今仔日敢有食鸡酒油饭咧？今仔日是旧历嘅7月初7，也就是七娘妈生。这七娘妈是囡仔守护神，信众会伫咧即天传鸡酒油饭来拜七娘妈。伫新竹嘅德莲寺，今仔日也照鼓励替囡仔做16，举办成年礼，甲囡仔脱光，也代表讲因长大成人咯。 遵照鼓励，第7社即天请出七娘妈，替今年满16岁学生囡仔举办成年礼，也就是民间咧讲的做16岁。好，请弄弄过七娘妈的脚脚了，甲囡仔挂伫颔棍仔保平安的棍摕落来，一般号做烫棍仪式，互囡仔了解对今日开始，家己已经当大人。感觉跨过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时代了，就变成大人。参加这个也代表我自己长大了，然后也要对自己有负责任。今天这个仪式就是来答谢我们七娘妈从小到大照顾小朋友平安长大，然后让所有的小朋友知道自己已经成年了，必须对我们的社会、对家庭负起自己的责任。民间风俗7社拜七娘妈，因为新名是女性，所以在成礼上会特别准备传胭脂水粉。 另外，也有麻油鸡、油饭等等。专家讲，爱注意的是，千万唔通放低。大部分都会用油饭来拜，然后说不必用筷子，不必放筷子啊，因为民间就会说，怕七娘妈管教小孩子，所以拿筷子来打小孩子，所以我们不要用筷子这样。除了油饭之外，还要放一些化妆品呢。古代胭脂就是最好的化妆品，所以古代都用胭脂。那近代的化妆品就比较多了，比较多样了。 今年德莲寺做16岁仪式，总共有800个学生来参加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成年礼仪式，让学生体会当大人还有大人的责任。另外，更加重要的是，让囡仔未来有满满的祝福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